哈利路亞，弟兄姊妹早晨。早晨，邊一個咧係我哋永恆嘅盼望啊？唯一嘅盼望啊？耶穌，耶穌，冇乜聲喎。邊個係我哋永恆唯一嘅盼望啊？耶穌。既然我哋有盼望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咪應該咧要喜樂啲？我哋係咪應該咧要大聲去宣告？我哋去唱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穌，他來到這世界上，為要救贖你。生命的意義，盡在這福音裡，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。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穌，他來到這世界上，為要救贖你。生命的意義，盡在這福音裡，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。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，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將憂傷變為喜樂，將懼怕變為力量，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穌，他來到這世界上，為要救贖你。生命的意義，盡在這福音裡，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。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，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將憂傷變為喜樂，將懼怕變為力量，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。我哋一齊高舉耶穌嘅名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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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，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將憂傷變為喜樂，將懼怕變為力量，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。大聲去唱，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，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將憂傷變為喜樂，將懼怕變為力量，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。再一次去宣告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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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這是何等優美的名，這是何等優美的名，我望耶穌基督生命。這是何等優美的名，無一事無產品。這是何等優美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我望耶穌基督生命。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無一事無產品。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
与我们同上天堂，历代着天国站立。我追随着他你爱更深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。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无一事无产品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耶稣的生命。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我望耶稣基督生命。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无一事无产品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名，耶稣的生命。你无所匹敌，你无人相比，耶穌掌權直到永遠。我哋舉高我哋嘅手，一齊嚟讚美我哋嘅神。我哋舉高我哋嘅手。榮耀屬於你，超過一切，我主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我望耶穌基督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無一事無產品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你無所匹敵，你無人相比，耶穌掌權直到永遠，國度屬於你，榮耀屬於你，超過一切，我主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我望耶穌基督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無一事無產品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我望耶穌基督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無一事無產品，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這是何等大能的名，耶穌的生命。我哋將最大掌聲俾我哋大能嘅耶穌。主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創造咗我哋，多謝你咧，我哋還緊嘅時候，你依然去拯救我哋；當我哋仲係做緊罪人嘅時候，你依然俾機會我哋去悔改，讓我哋將我哋更多嘅去獻上俾你。可能我哋永遠都做唔到完全嘅奉獻，但係只要我哋願意一點一點嘅去累積，一點一點嘅去奉獻，主必定會悅納，主必定會垂聽。你創造了我的生命，
我就决定洗脚，你的牺牲完全救赎我，使我生命美丽。你创造了我的生命，为我做决定洗脚，你的牺牲完全救赎我，使我生命美丽。听见你呼叫的声音，愿成为你的器皿，我愿搀扶，用我全人全心差遣我在这里，卸下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，我愿放下，只为要跟随你，为因你荣耀呼召，直到那日天地废去，我的生命呼吸暂要停息，跟随我主，何等荣耀欢喜，我献上自己，只為你國黎明。用心靈誠實嘅同聲去唱。你創造了我的生命，為我做決定洗腳，你的犧牲完全救贖我，使我生命美麗。聽見你呼召的生命，你願意去回應嗎？願成為你的器皿，我願降服，用我全人全心差遣我在這裡，獻上所有金銀珍寶和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，我願放下，只為要跟隨你，為因你榮耀呼召，直到那日天地廢去，我的生命呼吸暫要停息，跟隨我主，何等榮耀歡喜，我獻上自己，只為你國黎明，獻上所有金銀珍寶，一切都會過去的美好，你願意放低嗎？你願意為神去放低嗎？跟隨你，為因你榮耀呼召，直到那日，我哋要見主嘅那日，我哋要去同神講，我今生為你付出啦，我今生為你付出啦。我願我主，何等榮耀歡喜，我獻上
跟隨我主，何等榮耀歡喜，我獻上自己，只為你國黎明。肯定嘅去唱，跟隨我主，何等榮耀歡喜，我獻上自己，只為你國黎明。你睇到你怕乜嘢？同隔籬講你怕乜嘢？好多嘢怕。你睇到嘅時候呢，我哋怕乜嘢呢？我哋怕昆蟲，我哋怕曱甴，我哋怕老鼠，我哋怕失敗，我哋怕，總之我哋怕啦。講唔出嚟嗰啲嘅懼怕嘅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睇到我哋怕乜嘢呢？但係我哋靠着主，我哋勝過一切。我哋感謝神。所以團浸咧係好多恩典嘅教會，同家嚟講，我哋好多恩典嘅教會。好啦，經文記載咧係馬可福音第5章嘅22節到24節，35節到42節，我哋今日唔讀啦。係講咗睚魯嘅女兒病咗。如果你一路有靈修嘅時候咧，你睇到呢段嘅經文係講睚魯。睚魯憑着信心嚟揾耶穌嘅時候點樣咧？懼怕係產生一種嘅恐懼、憂慮。其實好多嘅病咧，因為懼怕而產生，而情緒出問題，因為懼怕。懼怕係未發生嘅事情，因為心裏面產生一種嘅惶恐、懼怕嘅心裏邊，以致到我哋裏頭有焦慮、有恐懼。所以好多嘅精神出問題嘅人，因為佢思覺失調。因為懼怕、恐懼嘅緣故而思覺失調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冇信心面對困難嘅時候呢，我哋會好多嘅憂慮。當你冇信心去面對前面嘅時候，我哋會用負面嘅態度去睇前面。弟兄姊妹，未信之前，我係一個好膽怯嘅人。我最驚係乜嘢？最驚見到棺材，最驚到見到水人，見到各樣嘢。呢個係我嘅懼怕裏度，但係要感謝神。當我哋面對懼怕嘅時候點啊？神就喺度磨練緊我，叫我咧真係服侍主嘅時候，常常都要去醫院，常常都要殯儀館，常常要陪弟兄姊妹領遺體。但係神要挑戰我嘅信心，神喺呢方面要磨練我，叫我能夠勝過我嘅膽怯同埋懼怕。有時神要藉着環境叫我哋。係磨練我哋勝過一切嘅艱難。弟兄姊妹，你睇到我哋神話俾我哋知道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哋大聲嚟讀嘛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怕嘅情況你知咩咧？今日如果我哋話俾大家知，你要怕乜嘢？你要怕乜嘢咧？管會堂嘅人叫做睚魯。睚魯人係乜嘢咧？係相當於今日嘅 CEO， 佢管理呢個成座嘅猶太人嘅會堂裏面，佢係一個負責人，佢係一個安排聚會嘅人，去管理整個會堂裏面。你睇到嘅時候，今日佢有難處。佢嘅難處喺邊度呢？因為佢嘅女兒病啦，女兒快要死啦。你諗下，若果我嘅家裏面嘅小朋友佢病嘅時候，我就好緊張。我諗下有小朋友嘅人，你就會知道啊！你為兒女去擔心，你為佢升學憂慮，你為佢嘅將來佢嘅發展，你會好多嘅擔心。未發生事前之後，你已經好多嘅憂慮喺度。你睇到睚魯佢個女兒快要死嘅時候，嗰種嘅心情係點樣呢？你睇到嘅時候，佢嚟到耶穌面前，佢求啊，佢話主啊憐憫我，主啊憐憫我，主啊可憐我吧，我個女快要死啦。睚魯就嚟到神嘅面前，佢嚟到神嘅面前乞求耶穌。你睇到佢嘅難處好多，佢希望耶穌行咗好多嘅神蹟，但係我個女兒病嘅時候，耶穌會唔會醫治？弟兄姊妹，同樣你聽到好多神蹟奇事，
但係你有難處嘅時候，你會唔會相信耶穌解決我嘅難處呢？香港佢嚟到我哋嘅教會，佢曾經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求助，喺香港道教裏面求助，香港啲唔同香港其他嘅教會嘅牧師傳道人求助，但係佢嚟到團浸嘅時候，我哋服侍咗佢2次，上個禮拜六同埋啱啱嘅呢個禮拜六，我哋服侍佢。弟兄姊妹，你睇到我哋要靠着神嘅時候，神蹟就喺我哋眼前，啱唔啱啊？你睇到神會解決我哋嘅困難，我哋宣告神會解決我哋嘅困難，一齊宣告好嘛？神會解決我哋嘅困難。阿門，係解決我嘅困難。當你睇到嘅時候咧，聖經話俾我哋知道，馬太福音第7章第7節到第8節，耶穌點講咧？我哋大聲去宣告好嘛？你們祈求嘅，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尋找的就尋見，叩門的就給他開門。只要我們來到神的面前，他樂意幫助我們，他要醫治我們，赦免我們一切的罪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祈求嘅就給我哋，啱唔啱啊？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嘅為我哋開門。我哋要感謝神嘅時候，佢醫治我哋一切，赦免我哋一切。主要我哋睇到神嘅應許係何等寶貴呢？喺馬太福音第8章嘅17節，我哋一齊宣讀望，他代替我哋嘅軟弱，他代替我們的軟弱，擔當我們的疾病。我哋要感謝神，耶穌擔當我哋嘅軟弱，擔當我哋一切嘅疾病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嘅時候，佢睇到神嘅恩典係何等豐富。喺彼得前書嘅2章24節，我一齊宣讀嘛。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醫治。弟兄姊妹，神幾愛我哋，因着耶穌所受嘅鞭傷，邊個得醫治啊？我哋得醫治。耶穌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成就一切，每一下嘅鞭傷，我哋得醫治。我哋要感謝我哋嘅神。你睇到個詩篇103篇第3節嘅時候，我哋大聲喺度啊嘛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醫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神要赦免你一切嘅罪，你隱然未義嘅罪，神都要赦免。他醫治你一切疾病，你一切嘅病帶到耶穌嘅面前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哋再睇下嘅時候，當我哋有信心嚟到神嘅面前嘛，當我哋睇到睚魯佢嗰種懇求耶穌嘅心，佢知道唯有耶穌能夠幫助佢，唯有耶穌能夠解決佢嘅問題。佢嚟到主嘅面前嘅時候，佢點樣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困難嘅時候揾邊個？我哋好希望能夠解決我哋嘅困難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我哋要將我哋嘅難處要帶到神嘅面前。神同我哋講：不要怕，同家人講不要怕。神同我哋講不要怕，你怕啲乜嘢呢？我哋不怕耶穌，不怕牧師，我哋只怕乜嘢啊？我哋怕乜嘢咧？我哋怕曱甴，我哋怕老鼠，我哋怕昆蟲，我哋怕小動物。特別係師母咧，佢一見到曱甴佢就驚噶。佢一大聲嚟叫，如果有昆蟲咧飛到我屋企裏邊咧，如果我揾唔到佢屍體嘅話咧，就冇覺好瞓。弟兄姊妹們，你睇到嘅時候，我哋懼怕啲乜嘢？怕曱甴舉手，咁少人怕曱甴？弟兄你都怕曱甴？怕老鼠舉手睇下。老鼠怕你啫嘛，佢一見到你就走咯。點解你怕老鼠的㗎？係咪？你睇到怕昆蟲喎，食咗佢啦，係咪？怕小動物喎，你做咩驚佢啫？弟兄姊妹們，你睇到嘅時候，我哋反而怕呢啲
呢啲嘅樣嘢喺度。我嚟到神面前禱告，我哋將我嘅憂慮、我嘅恐懼要帶到耶穌基督嘅面前。耶穌係我嘅幫助。神嘅應許裏邊嘅時間未到，神咪唔做緊嘢，神做緊嘢。弟兄姊妹們，懼怕、恐懼嘅由來係乜嘢？因為我哋有焦慮。問題我哋一大堆，我哋冇解決嘅時候，當我哋冇信心嘅説話嘅時候，我哋會帶嚟負面。人嘅思覺失調係從邊處而嚟？係從憂慮而嚟，係從恐懼而嚟。瞓唔到覺，各樣嘅恐懼嘅時候會產生抑鬱。你睇醫生嘅時候，醫生就要開精神科藥俾你食，你咪繼續食精神科藥，但係問題冇解決到。弟兄姊妹，你睇到馬可福音裏邊第5章35節就話，還有人説話，有人管會堂的家裏説：你個女兒死啦，何必勞動先生呢？個女兒死啦，你睇到嘅時候，冇嗰啲負面嘅人就要嚟到嘅時候，你睇嘅時候，你個女兒都死埋啦，點解仲要揾耶穌？你睇嘅時候，嗰啲冇信心嘅人，佢會潑冷水；冇信心嘅人，佢就會點講咧？唉，咁辛苦做乜嘢啊？不如食餐飯，早啲瞓覺。冇信心嘅人裏邊，佢會懼怕。但係弟兄姊妹們，當我哋面對負面嘅説話嘅時候，你會點面對？好多負面嘅説話，你點面對？當我哋睇到有負面嘅説話嘅時候，我哋安靜，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我哋要睇到恐懼呢樣嘢喺度，魔鬼仇敵不斷用謊言、恐懼、焦慮令我哋膽怯。事情未發生，我哋會產生恐懼。魔鬼點講咧？你能夠應付得到嗎？你能夠解決嗎？呢個係撒旦魔鬼裏面嘅詭計，讓我哋心裏面會產生一種嘅焦慮症。你睇到嘅時候，仇敵會講謊言，仇敵會令我哋喪膽嘅時候，喺民數記裏邊嘅時候，13章32節到33節，呢班嘅探子有12個去到迦南地去探呢個地方，究竟係點樣？但係回來嘅結果係點樣呢？就係其中10個探子就話啦：我哋佢呢班人啊，亞納族人啊，係偉人啊，佢哋高大威猛。你睇下我哋好似蚱蜢一樣嘅咋？我哋點樣面對佢哋呢？但係你睇只有2個人有信心，佢話呢個係流奶與蜜之地，神嘅豐盛嘅恩典。如果按比例嚟講，投票嚟講，呢2個人肯定輸硬，10比2仲唔輸硬？但係你睇到嘅時候，信心就能夠誇勝。我哋唔係靠自己去打敗我哋嘅敵人，乃係靠着耶穌。弟兄姊妹，箴言裏邊嘅29章25節，我哋一齊讀好嘛？懼怕的人陷入網羅，唯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。我哋感謝神，倚靠耶和華嘅人必得安穩。神同我哋講，按住我哋心嚟講，我哋倚靠耶和華嘅人必得安穩。我哋大聲宣讀好冇？我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。我哋要感謝神，我哋唔係靠外面，我哋唔係靠物質，但係我哋倚靠神，我哋心裏面必得安穩。有2隻老鼠，咁跌入嗰個嘅牛奶桶裏面。有隻老鼠游來游去，佢放棄咗，佢就喺牛奶嗰度浸死咗。其中一隻老鼠，佢就唔放棄，不斷喺度喺牛奶桶裏面嘅時候，佢轉來轉去，轉來轉去。點不知呢？呢啲牛奶變成豬屎喎！佢係從豬屎裏面咧跳翻出嚟喎！呢個人係邊個咧？呢個人就咪我咯。
我就不斷喺度轉來轉去，遇到難處嘅時候，我唔放棄。特別建台有冇難處啊？好多好多嘅難處，但你放棄咧，就好似老鼠一樣浸死咗。但係你唔放棄嘅時候點啊？想盡辦法。特別我哋最近我哋要改我哋嗰個嘅1字樓嘅嬰兒計劃書，好多嘅難處。但我哋感謝神，阿師母終於完成咗嘅嬰兒計劃書，而家交俾則師去畫圖。弟兄姊妹，難處到不得了，但係如果我哋放棄嘅，就係嗰隻被浸死嘅老鼠。唔放棄嘅時候係點樣啊？牛奶變成豬屎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恩典，係神足夠我哋使用。只要信，同佢哋講，只要信。信咩咧？我哋有信心嘅人，我哋嚟到神嘅面前。你有信心裏面，我哋帶着神嘅應許。點解裏邊喺5章37節裏邊，耶穌只係帶領3個人，就係彼得、雅各同埋約翰。12門徒裏面，佢揀選呢3個人，不許其他嘅人嚟跟從耶穌，因為呢3個人佢有信心去跟從耶穌嘅時候。因為睇到耶穌變像都係帶呢3個人去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睇到信裏邊有一個好重要，有信心嘅人佢常常嚟親近耶穌。有信心嘅人佢知道神嘅大能。你睇嘅時候，提摩太後書嘅1章17節，我哋宣讀好嘛？一齊宣讀。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我哋要感謝神。神賜過俾我哋乜嘢咧？唔係膽怯嘅心，乃係剛強仁愛嘅心。你睇到我哋仰望神，我哋唔會有膽怯。同大家講，仰望神唔會有膽怯。呢個時候，我哋要學習咧，遠離負面嘅人裏邊嗰啲批評甚至否定嘅説話嘅人，我哋遠離佢，因為佢哋會影響緊我哋嘅信心。第二點，我哋求神保守我哋嘅心。我哋唔讓呢啲嘅説話係影響緊我哋前面不信嘅人，佢會干預緊神嘅工作。不信嘅人點咧？喺馬太福音裏邊13章58節嘅話，耶穌因為他們不信，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。因為佢哋唔信嘅時候，耶穌就唔會喺呢個地方行異能。你信嘅時候，屯門浸信教會就好多好多神蹟奇事。啱唔啱啊？但係因為你接觸而嚟嘅，我哋睇到神嘅恩典多而又多。啱啱阿陸記同我講，牧師啊，當我啱啱喺門口裏邊，佢聽完今日嘅編導，嗱聲要打電話翻去廣州同佢爸爸講，只要信不要怕。佢話佢媽媽已經有好轉，邀請我哋去上廣州。同佢媽媽要傳福音，話好，我6月份我同你一齊上去。弟兄姊妹，信嘅人就有神蹟，啱唔啱啊？同自講信嘅人就有神蹟。弟兄姊妹，你睇到神嘅工作，因為耶穌佢行嘅神蹟多到不算。但係你唔信神蹟，你唔信神嘅大能嘅時候，呢個地方就唔見到神嘅大能嘅工作。我哋睇到信心係一個好重要，有信心嘅人，你睇到神嘅工作喺嗰度；冇信心嘅人，你見唔到神嘅工作。我哋求神除去我哋唔信嘅心，我哋求神除去我哋懼怕嘅靈，我哋求神攞走我哋裏面嗰種膽怯懼怕。我哋睇到我哋宣告神嘅説話係滿有恩典。我哋睇到嘅時候，對神嘅難題係點樣咧？困難已經解決啦，風浪已經止住啦。我哋要記得神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我哋對神要有呢種信心裏面。雖然面對困難，但係我哋要宣告困難在神嘅手。啱唔啱啊？你個困難在神嘅手，同自己講，我個困難在神嘅手當中。你睇到信心上嘅宣告神嘅説話，馬可福音第5章39節。我一齊讀好唔好？
進到裏面就對他們說：為什麼亂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當耶穌要嚟到面前，嗰班人喺度嘈嗶巴閉，但係耶穌要點樣同佢哋講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另外一班人睇，明明係死咗，點會係死？點會係睡着呢？如果冇信心嘅人裏面，你睇到負面就出嚟。你睇到嘅時候，信心宣告神嘅屬性，神嘅大能，神就拯救睚魯嘅女兒。所以約翰一書4章18節點講呢？我哋一齊讀好嘛？愛裏面沒有懼怕，有懼怕，愛既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。神就是愛，神是美善的神，掌權的神。我哋感謝神，神就是愛，因為神愛我哋，將懼怕係除去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知道神掌管萬有嘅神，一切嘅事情讓神嚟掌管。弟兄姊妹，詩篇34篇第8節嘅時候，我哋宣告好嘛？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阿媽們啊，投靠他的人就有福啦！我哋要感謝神，當我哋投靠神嘅時候，我哋係有福嘅。我哋詩篇29篇第10節嘅時候，我哋一齊宣讀下：洪水泛濫之時，耶和華坐着為王，耶和華坐着為王，直到永遠。我哋要宣告神要坐着為王。喺洪水泛濫時候，在眾多困難嘅時候，我哋要宣告神耶和華要坐着為王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睇到神個工作嘅時候，我哋更加要睇到一樣嘢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人得益處。我哋一齊宣告萬事互相效力。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我哋要感謝我哋嘅神，神嘅應許從來唔會落空。所以信心嘅宣告，我哋積極嘅說話係一個好重要。難處不過係我哋生命上一個嘅考驗。喺民數記14章28節嘅時候，你睇嘅時候，我一齊讀好唔好？你們告訴他們，你們告訴他們，耶和華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。我哋要感謝神，我哋要宣告神嘅說話要成就一切，神必幫助我哋，扶持我哋，供應我哋一切嘅需要。你睇到嘅時候，神要賜恩典俾我哋。就算我哋喺服事上面，我哋嘅智慧不足，我哋嘅能力有限，但我哋求神俾我哋有服事嘅能力、智慧嘅能力，有主與我哋同在，困難變成恩典。你睇到睚魯裏面，佢個女兒係點樣呢？當主喺度宣告嘅時候，主就將活嘅寶貝女兒交在耶魯嘅手嘅當中，睚魯嘅手嘅當中。你睇到嘅時候，睚魯抱着佢個女嘅嗰種感恩嘅心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宣告，靠着主得勝，我哋靠着耶穌，問題已經解決。睚魯係靠着耶穌，佢嘅女兒係從死裏面要復活過嚟。我哋相信，我哋遇到難處，我哋個信心要提升，我哋要謹記來到主嘅面前，我哋要謹記不要怕，我哋要謹記只要信，我哋要相信靠着耶穌得勝有餘。我哋要感謝神，我哋面對好多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唔係靠自己面對，乃係靠着神面對。今日我哋怕乜嘢？今日我哋怕乜嘢？怕曱甴嗎？怕老鼠嗎？怕昆蟲嗎？怕小動物嗎？其實呢啲一切嘅小動物、昆蟲、蟑螂、老鼠係怕我啊！啫，你玩過曱甴未啊？你一路你唔踩死佢嘅時候，你一路喺你嘅前面裏邊，佢跑嘅時候，你喺佢前面度，佢仲驚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唔好怕，我哋個信心裏面靠着耶穌得勝。我哋睇到嘅時候，怕乜嘢？神要宣告
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一齊宣告好嘛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睚魯嘅女兒就咁樣復活啦。神就主就將睚魯嘅女兒帶到睚魯嘅手嘅當中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有幾多嘅難處，幾多嘅困難都好，我哋帶到耶穌基督嘅面前，我哋請敬拜隊上台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我哋睇到神嘅大能，我哋見到神嘅工作，神要同我哋講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